高雄也山区包括六龟、桃园、屯南马夏也都乡镇，此升级还是技术的去救援。今面中乡带出的全国的民众，加上来黑大体安置中心的灾民已经超过2000人了。也群灾民已能更加体收容中心状况用呢，高本记者吴义军。好主播800水灾呢发生到一下已經係天晴日咧，軍方也幾下日來呢都更加將一條災民啲災區都來救出來。一下幾陣係拖內門嘅宣傳局，也特別係一個安置中心，總共有600人嘅災民，同也特別搶時來協下來哦。你家下2點鐘嘅時間呢，沒有方面準備合適嘅飯菜哦。一條呢上氣當時發生嘅狀況哦，先跟頭度嘅上氣來，行起食材係東等營養哦，也就先來看一下卡走以前現場嘅訪問。早上6點多的時候，我聽到“砰”一聲，結果前面我家前面那個電線桿一直搖了，然後我往左邊看也沒有什麼碰到那個，結果往右邊剛好就是我們的村莊嘛，整個村莊就被泥土蓋過去了，也是很慘啊。怎麼說？就怎麼講啊？像那個一部電影明天過後那種情景。高雄縣政府社會處表示呢，現時也有災民哦，可能未來會有一個住客房嘅組隊來協助，可能會喺頒獎日過後，高雄縣政府會開始來規劃，也就先來看一下卡走以前現場嘅訪問。目前社會處這邊，高雄縣政府這邊在統籌未來中長期的安置的計劃。那因為他們有很多都是沒有家鄉，或者是家鄉裡面的人幾乎都是災民，所以未來可能中長期可能需要有組合屋或是其他的一個狀況出來。那現在目前我們在做一些調查。一直投宣傳用一特別呢，總共有安置200人嘅災民，同時還有幾條嘅家屬都投一特別哦。同時呢，當擺幾條都等也嘅高雄縣政府做地將幾條呢，做地有簽署安置嘅地方，同時呢，也特別咩有福利嘅中心、福利站來處理，也條災民嘅傷害哦。當擺呢幾條做地簽署投一特別來安置下來，本期也條安心哦。以上最記者投也嘅高雄內門嘅最新消息，也來鏡頭高文本彭女主播。